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我相信好下一波嘅疫情渐渐的进来进稳定的。古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讲，要出去了啊，亦系讲要去哪。啊，唔过没有当多人会去参加呀语文嘅活动。古时候今日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对人到99歲嘅人，全部就做得去参加嘅亲子演唱會，佢按到瑞比和安迪的樹洞狂想，真嘅內容非常嘅精彩，韓國本連阿群妹聽到就是的哇，好想跟着一起唱的感覺。古時候細細嘅嚟分享，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係啊，哦，聽講係媽媽們的神哦，佢係媽神哦，佢就係這個車雲子總監分享。大家好，我是車雲子，動歡喜來呀分享。哦，真的，我们其實這個車雲子老師才剛從國外飛回來，從比洋基轉來嘅哦，嗰時候練雅航發練得很努力。啊，不過其實之前也有寫過，就是客語相關的童謠，有一首我就說我最熟的客語就是那一首童謠真的的歌詞，對，要唱一下嗎？真的嗎？要嗎？看你。靜悄悄嘅風裏，然後因為這是對答的，所以我唱了，你就要跟着。所以我還沒有學，來不及一起唱。不過大家可以就變成說是靜悄悄嘅風裏，靜悄悄嘅風裏，風裏一片一片嘅甘美，一片一片嘅甘美，水木族嘅謠言，水木族嘅謠言。大家嘅拍友，太太嘅拍友，對，好，就這樣的，我也只記得這些。我覺得我蠻厲害的，你蠻厲害的，對。所以這首當初就是為了要讓孩子們可以跟唱學客語，所以就一人一句，對，一人一句，就所以就特別就是設計成這種，就是我們講的 call and response。哦，對，就是有一個回應的感覺，有一個人說話跟回應，然後這樣子他們就可以跟唱去學這個語言。哦，對，所以你看，像剛剛這個有點像朗朗上口的感覺。你看，欣賞幾張從已經就做得甜從已經，我先前係真嘅冇彈過亞數歌哎，但是老師這樣一唱，我就可以跟着唱。對，所以它的旋律很簡單，上手度非常容易。那相同的道理，這一次這個瑞比和安迪的樹洞狂想，這一次的親子演唱會又要來同大家見面了。但是呢，其實這一個演唱會，它是疫情之下的寶寶。是，老師也是，老師亞吞時間咩，也孕育了一個寶寶。對，就是在那一段期間，我生了2個孩子，一個就是這個瑞比與安迪的樹洞狂想這一出劇，然後另外就是我有一個現在已經2歲的小米粒啊，對，寶寶，對。然後當初本來是想說，寶寶生了之後，我就可以帶着寶寶一起回來，然後參加這一出劇的演出。對。然後沒想到就是疫情就開始了，哇！所以我後來就是全程只好透過網絡來參與這個製作。古時候呀，大概3年的時間吧。是。你都滴滾哎，然後透過視訊的方式來參加。視訊的方式。好，那是不是覺得很遺憾？也不會遺憾，因為其實現在網絡科技也很發達嘛，所以就是透過開會啊，包括說同事們他們在現場也會視訊給我嘛。對。然後，我覺得遺憾的是，就是每次我們那種演員的群組啦，或者是工作這團隊的群組，在交換一些現在現場怎麼樣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就是去及時的去感受那個感動，就只能很羨慕的份上。對，尤其是在這個舞台上，其實在劇場裡面，大家的感受都是有存在在那個地方的那一刻，大家有的共同記憶。對，所以老師就會知道啊，有一點遺憾，沒有辦法參與。但是沒關係，為什麼老師會特別從這個國外飛回來？就係因為啊，親民一場嘅畢業典禮，是老師一定要回來參加。對，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畢業典禮嘅時間。對，這個
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呢，将于我们的10月22日早上10点半、下午2点半，还有10月23日早上10点半，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没错，对，然后这是我们的最终场哦，真的是错过就没有了。历时3年，经过疫情的大大小小的这些灾难，对，好不容易这个最后一场冰业店里，大家听说去参加，然后这个是要订票的哦，提醒大家，黑公喊忙听票给发，哦，要快点去，不然就来不及了，因为大家不只是1刷、2刷、3刷，所以黑公喊忙，看够给大家动作要快一点了，是对不的，对？所以其实这3年之间，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剧情，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因为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我们把它拿到大舞台上，说实话，其实已经是第3个故事了。哦，对，那我们的第1个故事呢，讲的是要爱自己。爱自己，对，然后呢，第2个故事呢，讲的是勇敢。我们第1个故事是寻找最棒的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然后第2个故事讲的是，就是小熊和青鸟城市历史，就讲说要勇敢，然后你要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到第3个故事，就是想说，那我们除了爱自己，然后把自己就是让自己勇敢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始去教孩子们学着去爱别人？对，所以才有这个我们想要带孩子来做分享这件事情。这个有一点困难，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我现在认识，虽然爱气感还蛮用声音呢，但我也结婚了。上次看到老师我还未婚，现在就已婚。对，但是我觉得看我自己看的小孩，我觉得要让他们有同理心，对小孩来讲一点点困难，尤其是2、3岁的小孩，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桶我就想要去拿，我就想占为己有，我不想跟人家分享。对小孩讲要产生同理心，好困难哦。对，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故事呢，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好像一个，我们要把梦想这件事情带进去，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这只瑞比呢，他跟他的好朋友。他想要去找自己的梦想，于是他就去看到很多不同行业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就是学到他可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也有说了，不管他之后做什么职业，他就要像他就是遇见的这些人一样，都可以帮助别人。对，哇，所以透过亚达故事就都在搞生意呢，可能。细个力量，小小的力量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是这么棒的一个故事，偏偏在这个疫情的3年期间推出。所以其实这个疫情这3年期间，我们那时候有出了一首单曲，然后这首单曲叫做《一点一点亮》。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树洞狂想里面有就是演出。所以它是同步进行的，因为你说3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这个演唱会的演出了嘛，对不对？所以中间遇到疫情比较严重，还同步的在里面加入新的歌曲。疫情，因为就是疫情一开始，我们那时候知道疫情，然后就想说不行，我们要赶快就是有一首这样子的歌出来。太厉害了，创作能量满满。对，然后这首歌曲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不管我们的生活再困难。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点一点的，像你这样子，就是一点像现场这些摄影师啊什么，他们就是很坚守自己岗位，然后他们一点一点发出自己的亮，然后再照亮别人。对，我们希望让孩子知道这一点，用亲本声音的做的，让小朋友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故事，涵盖生命中小小的事情。虽然好像大人讲起来是很严肃的，对，但是可以用小孩的语言、小孩的旋律，还有他们喜欢的故事表演，然后去把这一些。我们觉得很严肃的事情告诉他们，没错。而且即便其实他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不会去思考到这一个层面，可是我们也希望说，看完这些之后，爸妈在家里可以让，就是他们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按辛苦给压3年，其实也演出了40场，对，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因为其实在这3年之内，我们其实不断就是听到同样的剧团有很多怎么停演啊，不然就是之前还有防疫梅花座啊，是对防疫对各种梅花店。那我觉得我们最幸运的就是。我们要延期
都有找到场地，虽然很困难。然后呢，我们延期了，我们的大小观众朋友们还愿意进来看，这个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而且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其实给用13年呢还不能打疫苗。对。其实是应该会有一部分人是担心的，但是又很想看，对，很多担心。所以其实包括我们到现在呢，在就是剧场里面的那个防疫措施还是非常非常严格，就包括说我们不是礼拜5要进场，所有的人要进场彩排，当天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快筛，对。然后当我看到我每次就是他们会把一个快筛的那个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是一阵感动，因为那就是告诉我说，我可以演的，我们这一次是可以演的。然后大家都非常谨守这个安全防疫的安全，包括说大家也都牺牲自己跟朋友聚会的时间，就是一起要来完成成就这样子的一出戏，我就很感恩大家。冇錯，故事唔看啊，要按精彩嘅啊演唱會啊，大家聽出新年13愛去看咯，還有動內容愛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藝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連我自家冇4年嘅人啊，我就當上去看，因為我知道地度嘅歌曲，彈起來就知道，本人朗朗上口的感覺，真的不愧是媽媽們的女神打造出來的這個親子演唱會，這個瑞比和安迪的樹洞狂想，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鼓手呢，應用版推薦哦，接下來這個最新的這個優惠組，我們就請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對，這個是我們為了慶祝昨天連假結束，對，然後呢特別推出的限定超值優惠組。哇塞！對，因為今年的連假已經沒有啦，所以呢，畢業場的超級限定優惠哦，對，所以我們就要就是有這個連位700元票區的5個人同行2999的優惠。哇塞，真的要趕快！對，所以提醒他登記還有抽個4K 高畫質液晶顯示。對對對，我們這次有那個就是有贊助，對，所以可以抽獎。哦，然後這個訂票的方式，訂票的方式呢，就上我們謝欣子愛唱歌的粉專，然後私訊我們，因為這個是有限量的那個優惠。所以當簡單吼，所以這個社群網站吼，我們這個面書啊，去請這個謝欣子愛唱歌這個粉絲專頁，然後私訊老師，對，私訊老師就會有小編來回復啦。大部分我自己會看得到，對，我都有看我的那個，好感動哦，所以還真的可以私訊老師，就都得來聽票。對，所以就是邀請大家10月22、10月23號聽超而去買票，不然就沒有了，因為真的是畢業場，真的。對，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上一段講了非常非常多這個關於老師做這一次的這個演唱會辛苦的過程。其實我談起了真經懂辛苦，沒人願意讀到暗湧嘅事情，沒有人願意遇到這樣子的疫情。對，但是很辛苦的也奮鬥到了這個最後的畢業場。對，那剛剛有講到，其實懂的觀眾啊，都是1刷、2刷。3刷，對，我沒有辦法想象這件事情哎，應該是說孩子們他們學習的過程跟我們大人比較不一樣，我們可能看過一出戲之後，然後就會覺得我已經看過了，我知道怎麼演了，然後我就覺得已經看過啦，知道了。對，可能如果想要再看一次，可能就是幾年之後的事情。可是孩子們呢，他們喜歡一個東西，就是他們有一種症頭，我這樣做重複症。他們會一直去聽，一直去看。譬如說，同樣的卡通看好多次，同樣的故事聽很多次。那這個其實是他們在兒童發展，對，他們在兒童發展學習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經過。孩子們呢，他們是透過不斷的重複來學習。所以在看劇的時候呢，他們這次來看的東西，跟他們在大半歲之後來看的東西，在2年之後來看的東西，雖然是同一部劇，
他们接收到、吸收的是不一样的。哇，对，但是这个故事对他们来讲又是熟悉的，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对他熟悉歌曲也是熟悉的，反正熟悉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更有吸引力。然后所以他们每次就有的可能来看这一次看故事，下一次就看服装，然后再下一次就看灯光。那其实他们在看这些不同的东西，他们在吸收不同的养分的同时，他们的美感教育就培养起来了。说到美感教育，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胸片，真的太可爱了。因为我们这个故事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其中一个主角就是瑞比。对，瑞比。然后有一摆底下演冲飞推档有一个大瑞比，推下面有一个小瑞比，对不对？这个小瑞比非常可爱，他其实已经来4刷了。4刷，我刚刚都没有讲到4刷，还真的有人来4刷，真的有人来4刷。然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所以回去呢就请他的阿嬷来帮他做了瑞比的衣服。这是自己做的？对，这是自己做的，因为妹妹买不到。好强哦！然后结果他就分享上来，然后妈妈顺便跟我们讲说，其实阿嬷连那个我们舞台上的道具，就是瑞比他睡觉抱的那个红萝卜抱枕都一起做了。然后而且是阿嬷是照着那个我们的分享的照片，或者是那个海报上面的这样子做出来。天哪！然后结果好像第3次吧，阿嬷就有来。哇！然后接下来，反正他每次来一次，阿嬷就帮他多做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到4刷的时候，听说他把那个我们就是后面那个萤火虫跳舞有一个很漂亮的纱纱裙，他就台上萤火虫在跳舞，台下他就穿着那个纱纱裙好可爱。对，我想到了，如果以后他再多看几次，你们整个舞台剧都被他搬回家，有可能。卡不卡就可以再演一次这样子。对，所以他真的很爱这件事情。对。但是你刚刚讲到小朋友在这个剧场里面，他们可以跳舞，可以直接在里面走来走去。我们不会让他们在里面走来走去，但是呢，我们理解孩子们，他们其实100分钟的戏他一定坐不住，所以我们会跟小朋友说，在安全的范围内，你们可以站起来。对，在你的座位前去移动。那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身高都有限嘛，所以他也其实不太会就是影响到后面的人。这就是亲子剧场的好处。原来是这样，应该就像讲声演带声演嘞，去剧场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你知道，万一他吵闹啊，但是我发现你们的亲子剧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我们不会怕你吵闹，因为其实我们台上更吵，而且我们也希望你很吵闹，我们希望你一起大声的去唱歌，然后也希望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唱。对，有看到个片段啊，真的超响的那个小朋友声音，叭叭叭，就是跟着一起唱对，所以没有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某些看讲跟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大家有集中按用给演唱会。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很可爱的这些妈妈写的回馈，但不是小孩子自己写嘛，妈妈分享的。他就说这个妈妈她的小孩跟你小孩同名，也叫米粒。对，她说米粒一开始灯光一暗下的时候，感觉很害怕，一直哭，想要出去外面。这是一个很棒的妈妈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妈妈想要跟你分享，所以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米粒就说：“可是我怕。”但是妈妈就说：“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里面有很多小朋友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好不好？然后米粒就说：“好。”然后就开始享受现场的互动。然后还有这个妈妈她说：“他是2刷，他说好像有点熟悉，却又很多细节看第2次更加有趣，然后满满的惊喜与感动，连我跟窦威爸都很投入。然后窦威是小朋友，他看到一半就说：“妈妈，我们下次还要再来，要第3刷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好可爱，他说。2刷，这是2刷的朋友，他说2刷让我最惊讶的是发现他们小孩的记忆力。有没有？它里面的剧情，当瑞比跟兔爸爸、兔妈妈离场，然后小朋友就一转头就跟我讲说：“等一下，安迪会出来。”就他已经先爆雷了，他已经熟到他看1次他就记得，对，他可以爆雷。对，然后他们就是看，不但记得他们看其他的东西。对，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他说每一首都充满爱与正能量，很容易朗朗上口，超级推荐大家让孩子从小开始听，你们一定会爱上。然后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里还不爱懂感通的一个回馈。
大家知道有一个疾病叫做泡泡龙症，对，然后泡泡龙症，它是皮肤的疾病，对，它是一种皮肤的疾病，它就是小朋友是因为基因突变的关系，然后他一出生，孩子就是的皮肤很脆弱，一碰到他就是有可能会受伤，然后会起水泡这样子，而且他所谓的一碰到不一定是用手碰到，他可能是摩擦，每一个小朋友的对每一个泡泡龙症小朋友的症状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泡泡龙症的小朋友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台中歌剧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她就是推着一个小朋友，然后推车在剧场里面看戏，然后就是这个小朋友很小，小 baby，然后妈妈就是一边就是看戏，然后一边就是跟这个小 baby 一直在唱歌，一直在讲话，几个月而已就可以这样，对，几个月而已就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在当场呢，就是这一幅画面呢，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去跟这个妈妈了解，我自己因为听到我们同事在跟我形容这个。你知道，当妈妈就非常有感，你知道，我就上去变成她的粉丝，然后就去追这位小朋友的故事，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叫塔塔，然后很不幸，就是塔塔他到10个月他就离开我们，就等于说他看完这个亲子演唱会之后的2个月后，他就离开我们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听到消息就觉得。这心里就是很舍不得嘛，因为毕竟也是，既然都有来参加过我们的演唱会，他也是一个等于我们参加现场的一份子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去跟妈妈了解，去访问妈妈，然后了解。然后今年去苗栗的时候，我们很意外的。不是去苗栗，去彰化的时候，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塔塔他们一家人又来了。然后结果原来就是当初塔塔的爸爸妈妈有跟那时候还很小的塔塔约定说，下次妈妈再带你来。所以即便塔塔已经不在，他们全家还是希望就是一起来那个地方去想念塔塔跟思念塔塔。然后妈妈那一天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啊，妈妈就是讲的就是她说我们这个过程这一出戏，她说她从头到尾只要听到每一首歌，她就想到她怎么样跟塔塔互动的心情。然后她说她很感谢有这样的一出戏，可以联系让她去想念塔塔，因为她说塔塔在这个世界上待的时间不长，她其实自己很害怕，就是有一天如果她忘记她怎么办。所以她就说还好有这一出戏可以来，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剧场就是大家共同建立回忆的地方。对，或许有欢乐的回忆，有感动的回忆，有难过的回忆，但这个都是都得永久刻骨铭心在我们的心里。对，我听了，我在那个当下，对，就在那个当下，真的就是你会去思念特别一个人，你会想到当初他在你身边，你怎么样跟他讲话，怎么样跟他一起唱歌。对，而且里面有很多是同爸爸、同妈妈有关系的歌曲。我相信懂得爸爸妈妈听到自家都会非常的有感觉。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做在本台家听到含较多的歌曲，听到含较多的内容哦。好，欢迎大家转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宇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親子嘅演唱會，瑞比和安迪的樹洞狂想。10月22號、10月23號的高雄嘅衛武營，我開始來演出，大家愛夾去上嘅粉專來聽票哦，夾去，因為真嘅係最後一場畢業場了。故說今日節目當中竟然有搶到這個暗腔這麼厲害的大咖吼，我們的人氣天團這個天后，這掐雲子老師，我們就一定要來快問快答一下啦。那這都是有趣的題目，老師不用緊張。想要問看老師自己有2個小孩，對，覺得孩子做什麼事情最可怕？最可怕。
我觉得那个虽然是我的日常，但我还是觉得日常吗？对，我还是觉得那个玩具洒落一地很可怕，因为踩到很痛。对 ，OK， 这是自己的小孩最可怕的状态。那我就想要问老师，看过这个在剧场里面小孩最失控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在剧场里面，我们的小孩都还蛮好的，真的假的？不太会失，因为其实我们台上的那个哥哥姐姐在引导他们很多互动的环节，让他们就是电力都放光了。所以他们很少，我真的很少看到小孩失控，好厉害哦！或是有失控的时候，可是应该是就是年纪比较小啊，小孩子有时候会怕黑，那他们会哭，最失控就是哭，但爸妈就抱出去，我觉得这就还好。对，那没有失控的小孩，有失控的家长吗？不是那种失控，就是特别投入到你没有办法忽略他的家长，应该是因为就是每一场都那么多人，大家都一样失控的话，其实是看不出来的。真的，所以是大家都一样失控。对，有很多爸妈就说，其实我今天比我的小孩还激动这样子。哇，一定给真给你设看过，就是一样有这个儿童唱跳的场合，那个爸爸跟小孩，那个爸爸也是这样子。就是跟着一起跳，然后一起唱，然后那个状态好可爱。对，这样其实真好。就是其实爸妈他就起到一个让小孩知道说，其实唱跳可以是一件很怡然自得、很自然的事情。爸妈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小孩也会跟着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很投入在这个演出里面。对，好，那最后一题，我想问老师，因为老师有非常非常多的称号，包含这个儿童音乐界的天后。妈妈救星，还有什么各种其他的称号之中，你最喜欢的称号是哪一个？哇，这个很难哎。我其实没有一个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妈妈救星很强哎，因为我就是我啊，我就是一个喜欢，对我就是一个喜欢写歌给孩子听，然后喜欢唱歌，喜欢把音乐跟这种快乐带给孩子们听，还有带给现在我希望带给爸爸妈妈听，没错的人，而且对，就是谢欣芷，对，谢欣芷老师。刚刚有聊到老师做亚健事情做了15年之久，15年，现在应该17年，17年这么久，而且这些音乐按抖给狗 Q 按后堂给狗 Q， 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收听得到，而且收听是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去看剧的人，对，特别要去听。你有郑离一的这个小粉丝的欢唱歌单，有没有？对，这是其实非常建议小朋友第一 he 看亚表演以前，大家都一定要先听哦。对，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行前教育，然后也是我每次在我们任何演出之前，每一次的巡演之前，我都会很啰嗦的写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他们去剧场呢，需要知道很多预知，他们需要预知感会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与其他到现场在那边因为不适应这种他不知道的东西而害怕，然后会去哭闹。倒不如说爸爸妈妈用那种讲故事的方式先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下礼拜要去剧场哦，然后呢我们剧场会遇到什么事，可能我们要先排队量体温，然后要先干洗手，然后包括你的口罩都一定要戴好哦，然后剧场一些规矩你不可以就是跑来跑去。然后不然你会影响到其他人。那你可以用一些生活故事的方式让他感同身受。譬如就像问他说，你看如果前面有一个小朋友这样跑来跑去，但是你很想要看，你会不会被他影响到？那如果是你对同理心，那如果是别人这样做，你会不舒服，那你要不要这样做呢？类似这样子，就是可以在1个月前就每天跟小孩有这样子的对话，现在可以开始了，现在就可以开始，太晚了，但还是可以。但我相信我们现场其实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做行前教育。对，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会鼓励爸爸妈妈一起把这个歌单就是唱熟。我知道了，重复症。然后因为有歌，他们就会有共鸣，有共鸣，他们在现场就可以更投入，一起唱。然后有些爸爸妈妈说：“惨，我平常很忙哎，就是小朋友都是让他们自己听，我都没有一起练习，怎么办？这样我还可以去吗？”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场都有大字幕，我们就为了这些歌词记不住的爸爸妈妈，而且现在有很多阿公阿嬷会一起去，对，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会一起去，所以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在现场这个歌词都有打这个大字。没有，我觉得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听啊，因为里面有歌是写给你们的啊，很多妈妈加油，亚述歌曲。我相信懂得做妈妈嘅人，糖嘅都非常非常嘅有感觉。应该他唱下来唐亚述，妈妈加油。好多的话想对你说，多希望现在你能听得懂。好多的话想对你说，妈妈你的用心我都懂。爱依依悠悠，爱依依悠，宝贝你想对妈妈说什么？你疲惫的笑容我可以感受。有种同感同嘅感覺，因為星兒你啲在1歲以前其實是沒有辦法，甚至2歲以前沒有辦法很完整的表達他的話。对，故時候懂媽媽糖豆亞述歌曲，他在咿咿啊啊的時候，对，其實还有他是吸奶的时候，刚刚那个 I E U U， 还是他咿啊的时候，或者是他吸吮妈妈在喝奶的时候有那个吸吮的声音的时候，这个就是这首歌，其实就是我们送给新手妈妈的一首歌，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尤其是我自己崩溃才中。 2岁，对他们其实很长时间都是在没有睡眠的状态下，那很多时候。其他亲戚朋友来家里，就是看到小孩，哦，小孩好可爱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少就是有人去拍拍妈妈的肩膀，对就是说哦你辛苦了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写了一首歌要来祝妈妈加油，需要妈妈加油，对，妈妈加油，真的，所有一个妈妈都很辛苦，所以呢。这个音乐剧后演唱会不止给孩子带来学习，甚至啊，每本妈妈有一些感动，还没有下本爸爸给狗写给爸爸的歌也有。我们今年呢，就是有出了一首歌是写给爸爸的。对，那写给爸爸呢，写给妈妈是很感动，写给爸爸是甜蜜又感动啊，因为那是给爸爸的情歌。对，是给爸爸的情歌。那这首情歌呢，就是爸爸，他是。里面我们的安排就是爸爸跟孩子一起对唱，然后呢是给爸爸的唱给爸爸听的情歌，也是给爸爸唱给孩子听的情歌。哇，对，好浪用意漫的感觉。对，用意就是呢，因为其实爸爸，你知道，男生他们平常不太会外露他们的情感，然后更别说他们会去跟小孩说，就是我爱你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你如果说不出来我爱你，那请你我们用唱的。对，而且这个声音对小孩的刺激不仅仅是唱歌而已。亚拜其实不只是这一次，过去各种的这个童书系列都有跟点读笔一起配合推出。是这一次的这个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也已经做好了。对，所以台嘎地亚各大平台啊，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我们速速的再请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点读笔，它其实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对，这是一本绘本，那是。里面就是我们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的故事。那它除了是一本就是很独立的绘本，就是小朋友他可以就是拿来读，爸爸妈妈可以跟他就是一起共读之外，我们又出了这个点读笔。那这个爱唱歌点读笔呢？这我真的很新奇耶。对，它其实就是这才是真的我们讲的育儿神器，因为我2岁的小米粒。会自己拿，对，他会自己就是花大概20-30分钟时间，安静的做自己做这件事，对，自己做这件事情，连2岁的小米粒都可以做到这件事。那他其实就是有设计很多互动的桥段，对，所以他甚至可以玩游戏，可以唱歌，所以他其实可以说故事。原来那不是石头，是一只大乌龟。对，对不起，我有点近视，以为你是石头。安迪说：“请问你？”所以我们就是用剧场短的，非常长寿。我们就会请那个剧场的演员来做配音，然后呢？请问你几岁了呢？
那里面它点每一个东西都有不一样的配音。对，所以太敢看哦，呀，唔单枪有绘本，好像有个洞。对，有这个声音，唔单枪有绘本，有音乐剧，还都得买点读笔回去，都得冲狗味，对不对？所以最后再请老师赶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演出毕业场的演出时间。高雄最终毕业场，10月22号的早上10点半，下午2点半；10月23号的早上10点半，在我们的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冇錯，大家聽錯愛去買票，聽錯愛去看哦。今日非常感謝車雲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分享，謝謝。咩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聽下來看法律4單元咯。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